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早起新闻，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半暝2点已经变作是强烈风台。上近拜2就会发布海上甲陆上警报，拜3、拜4会上接近咱台湾。台东甲离岛的船班，拜1甲拜4嘛已经全部取消。也若伫昨中南部过道落西北河，伫咧屏东的太武乡，有些游客去撩溪，就安尼掉伫咧万安的清水潭，加在拢平安救出来。对云图看到风台眼正清楚，向台湾的方向线震动。第9号风台苏拉今仔透早2点变做强烈风台，范围小，淹过结果正巴适。气象局讲，风台有可能自东南部登陆，上近拜2就会发海上风台警报，甚至讲一天海陆拢发。依照这个路径来看的话，最快可能在下周2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话，可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取决于它未来的路径比较偏南、偏北，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甲文旦采收落来了，随增箱，云林斗六真有名的文旦，以前拢伫咧24节气的白露的前后采收。今年因为有轮季，再加上天气热，水气过饱。文旦提早熟，农民趁风台来进行赶紧采收，才袂互风台拍来。就是说台风要来嘛，就刚好是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是说在台风来之前就采收起来，这样抢不到的时候就比较不利，采收比较困难一点。虽然风台还未来，中南部离岛就因为过道了对流云系发展正旺，有一寡所在落强降雨，第18线40.5K 并坡下落5米落来，一到4点外才畅通。伫屏东的太武乡有4个人到万安清水潭钓溪，过道了落大雨，溪水涨起来条条的。18点40分接触受困者，受困民众4人，2男2女，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立即以渡河方式将他送至安全处所。山区的天气变化正大，民众要特别注意。即马世界各国对苏拉风台路线看法无同，估计伫拜2了才会较明确。拜3、拜4应该是上晚台湾的时阵，民众要做好风台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早报重点，来看中国时报。电池审议会按算9月中下旬就要召开，台电已经提报电池成本方案送去经济部。初步了解，若是要完全无了钱，电池上无就要去2成6。行政长陈建仁顶个月就发讲，电池无要起，若正经安尼算，台电到单得了3900亿，恐惊会出现财务问题。过来是自由时报。司法院 AI 人工智慧书写破决系统，按算9月底正前会当启动。第一阶段会先写刑事的接酒、赛车、人头考照这2类的破决。法官只要用7个 AI 就会当写出一篇完整的破决稿，会当讲是咱国破决书写史上上重要改革。过来是联合报，中央最近有5个部会小刷升级，增加人数按算会超过1000人。其中有不少是对地方政府遐恶来，离中央上近的商报，但是咧公务人员嘛咧欠工啊。各位人是工官放弃铁饭碗，立即要去民间的公司，相同的压力之下，业务嘛加真歹捧。休老休煞，学校拜3特别开学。今年因为未少代理老师，课条变正式的，颠倒变做因原本的学校代理的老师无够。那以台北市来看。目前有多要70间的学校拢咧招代理，教育局是讲，若开学了后，也是招袂到人，得用学校老师用超重点加班上课的方式来算。全国中小学8月30就要开学，幼园有真侪学校咧找代理老师，来到教育部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选聘网，有968个公告，设定国小甲伫咧台北市工课有82笔，哇，70间学校咧找代理老师。第2轮的第5招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招啊，就是今天没有考，没有人来报名就继续招啊，招到开学为止啊。市中心到山区的学校拢咧欠代理老师。台北市和平实验国小因为学制无同，25已经开学。校长讲，前3天总算找到6年级导师的代理老师。我们到第7招才考进来，6月底就开始在找老师了，透过各种的人脉啊、关系啊，然后去敲门啊、去求啊。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今年代理老师欠真济，主因是教育部要求各县市代理老师的比率袂使超过8%。各县市有真济专任老师的课，台北市较早来办理教师遴选，有考到报到的老师了后，是录取故乡的学校，选择转去。如果真的到开学前还是找不到，学校应该会让校内原有的老师，就是先做超钟点。譬如说，他每周19节课，可能要多上个2节。台北市教育局强调，若是找无代理老师，一定是予学校原本的老师来敲钟点，未出现无老师上课的状况。已经提醒学校做好课务调整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选战的交锋对垒，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伫台中的时，讲到台湾有歹厝边，咱就应该要团结。今仔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搁再强调反台独、反一国两制。再来是郭文哲，昨是去到嘉义参加奥运会活动。面对人问伊敢会去食郭台铭的咖啡，伊有关是无要讲明。不算声无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透早来到台中大演，今日市场一直爱手小酒门，稍落来进入永兴宫参拜。伊致辞时表示，若顺利当选总统，第一关心基层民众，第二打击黑金毒品甲诈骗，更加会守护好台湾的主权。这场的选举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守护台湾的主权。因为有主权、有所有权，咱才有法度人自主决定家己的生活方式。当选者一直向的，也阁有嘉义梅山的玉溪宫外口，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下昼来参拜。访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来等伊电话，伊表示会有上好的安排，强调全面的期待绝对需要在野大团结，伊会坚定脚步，佮一处讲出家己的两岸政策。我的两岸政策足清楚的。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做代志。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来到嘉义参加选地自由会成立，有民众问基本工资提悬，也会连带提悬生活消费，爱安怎应用呢？几年前1000块可能可以一个礼拜，但现在大概2、3天1000块就不见了。对啊，其实通货膨胀不是问题，高房价不是问题，是你薪资涨得不够快。下昼郭文哲到台中访问到甲国民党嘉义市有进展，伊表示无着急。面对南北河，敢有机会？伊回应最后决定的是人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罗西亚瓦格纳佣兵集团的头人普里格金，传出因为涉飞行机死亡，国际拢咧摇，这是普廷咧报仇。也来因官方当然是好人，不过打毛英国甲美国情报攻击，其实即马也无法度确定普里格金是毋是正经已经死啊。俄罗斯圣彼得堡25出现怀念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格金的民众献上鲜花，悼念这位被看作是俄罗斯英勇的人物。俄国民航局指出，23发生伫莫斯科附近的飞机失事意外，机顶10个人全数罹难。而普里格金甲上重要助手瓦格纳共同创办人乌特金拢伫社客名单中，不过英美的情报都显示，即阵也无确切的证据证实普里格金已经死亡。Our intelligence suggests that Prigozhin was most likely on the plane. We don't know whether he was physically on the aircraft or not. He certainly knows now that Putin is intent to kill him. And so he will be careful whether or not he was on that plane. We cannot trust anything that the Russians release as fact. They will put out whatever they want to put ou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it is that they find on the ground, who the bodies are, what the black box says. 国际社会一直传出是普廷策划这个暗杀普里戈金，报复伊伫6月对莫斯科发起军事叛变行动。也传言讲，这坠机事件是普里戈金自导自演，互家己会使全身而退。克里姆林宫第25经由发言人对外否认甲坠机事件有所关联，并且批评西方国家的猜测拢是白猜。俄国已经找到失事飞机的乌鸦肉，也展开10具遗体的 DNA 检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到西班牙因宣布掠到史上上大条的毒品走私案，海关是伫咧南部的一个港口抓到一个载金少的货柜，内底就是藏9吨半的可具可钱。相关单位研判，欧洲的特定的几个港口可能已经变作是走私毒品的转运站。
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拉斯港的7度人员无用咧拆纸箱仔，原本应该是台湾建造的箱仔，下面藏几啊层底有具可见装的鸭肉。西班牙警方甲海关人员23伫一只厄瓜多建造货轮破获总计1080盒的毒品装，当中约9.5吨，是西班牙史上上大件的毒品走私案。西班牙毒品组织犯罪官员指出，这只为厄瓜多出发的货轮原定前往葡萄牙，停靠西班牙时轰炸落来，为查获毒品量来研判。欧洲特定港口已经加做走私的固定中继站，无欧洲来自巴尔干半岛有无甲欧洲犯罪组织直接。No podemos dar muchos detalles porque la operación sigue abierta. Como ha comentado Vigilancia Aduanera, se trata de una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relacionada con el cártel de los Balcanes. 拄好是2018年7度单位，也伫同一个港口破获达到8.4吨的古柯碱，也以金蕉货柜作为暗号。这摆破获的古柯碱装包装顶面印有无共欧洲犯罪集团的商标。7度单位指出，这已经加做新形态的走私路线。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最近几年，厄瓜多加做南美洲毒品走私的网络中枢，有哥伦比亚甲秘鲁的会员，佮加伫太平洋地区的6个港口布线。厄瓜多国内的犯罪率也因为毒品事业猖狂来升悬，今嘛出现欧洲甲北非的犯罪组织和各国的缉毒单位真头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也若伫咱国内海巡是查到台中甲云林的树分工厂有10栋的薰草，甲各种的做薰的工具，市值有超过2000万。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嘛亲身去破案的记者会，强调政府打击树薰的决心。海巡人员冲入厂房内底，全拢是做薰的工具。海巡署警方分署台中查缉队这个月中旬接到证据，有不少业者以做肥料用途的名义，合法进口歹品质的薰叶，伫台中甲云林设立树薰工厂，当中查获10栋薰丝，大约当造成52.6万包的薰，市值2000多万。在云林县东势乡及台中市丰原区查获试验工厂及本国籍嫌犯3名。越南籍脱逃移工1名，与下脚料烟丝玉10公吨，卷烟成品3箱，铝箔包材、香料、酒精及制烟机具1批。海巡署另外也查获树薰工厂裁切光薰包装包膜相关制定仪器，全部陈列伫礼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甲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日来亲自出席破案记者会，宣示政府打击树薰的决心。那我们在去年到今年已经查获了10个试验工厂，那10件加起来有大概335万包，单单烟品健康捐就逃漏了大概2亿元。那所以我今天特别来鼓励我们的海巡团队，经常很难被看得到，但是今天终于可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海巡署表示，树薰生产环境真歹垃圾，歹品质薰丝较会dam湿。薰品内容物质也不明，影响民众健康真大。专案以违反薰酒管理法，函送云林地检署甲台中市财政局裁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是伫咧新北新庄的一件死亡案件，一个姓黄的40岁男性，早起时甲因妈妈因为买早顿去冤家，就出手夹杀，结果害因妈妈去跋倒，头去弄着门，一直到暗时才头壳痛，送病院也是死亡。警方当时以伤害致死罪甲送办。救护人员甲探家杀来巷仔内底，因为接到通报讲，互人人身体无爽快，甲人赶紧送病院，也是不治死亡。就连警方也到现场以刑案来侦办。现场风势山扭起来，这个死亡案件发生伫新北市新庄。警方调查40岁姓黄的大汉后生，25早起9点外，甲老母冤家，无细力甲伊杀一个，结果老母徛无在，头壳弄到玻璃门。伊甲人扶来休困了后，这个后生就出去外口。一直到下晡5点外，细汉后生转来，看到老母伫个病床顶哀叫，赶紧叫救护车。不过送医的中途就失去喘气甲心跳。不符合资格去安置啦，然后靠家人在照顾，真的是一个压力啦。去看到的是，真的受伤蛮严重的。应该他本来就有生病了吧？
他救护车来载好几次了，把他儿子很好呢，儿子对他很好呢，不可能啊，他孩子很乖啊。死者几啊年前北中风行动有一寡无方便，拢有囡仔伫照顾。相关单位不接到家属的通报，也毋是高风险的列管。不过即摆冤家查某人讲要替老母买早顿，问伊想要食什么，伊讲无想要食，有时则一时的情绪激动。警消到场后发现曾姓妇人左眼有红肿，双脚有擦伤，并陷入昏迷，立即将妇人送往亚东医院救治。人于当日晚间18时58分许，经医院宣告死亡，依伤害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虽然这个姓曾的妇人人详细死因有待详验，不过警方也甲专案依照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真空军乌米堡中队成立72周年，现主事的承德乌米堡中队文物馆，就是因过去的营区。最近有来自全台湾各地头队员，拢相续转来这个所在，来做伙纪念这段历史。看到过去的相片，迄蝙蝠成员心肝内拢是满满的回忆。高手炮就滴滴答答，就像那个烟火一样，这个是放烟火一样，哗，看得非常的可怕。还好我们飞机上装了好几十颗子弹，没有中到油箱。要中到油箱的话，就完了。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就像蝙蝠一样，我们上飞机天都打下来，什么符号都不存在。迄蝙蝠中队过去主要负责对中国大陆地区空投、侦察等等重要任务。在民国41年到61年期间，总共牺牲100多名的成员。314队当年他们损失了18架180几个人，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责任荣誉啊！后来黑猫也是延续这个，都是国家责任荣誉去做任务。你一定要去，但是你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今年是黑蝙蝠中队成立72周年，来自台湾各地黑蝙蝠队员拢回来到新竹，这会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有这些的前辈们在，所以让我们能够享有这个安和乐利的稳定的国家跟生活，甚至于我们国军可以更强大，我们可以更能够在我们的战备还有我们的任务上面更能够持续的精进，这都是有赖于前辈们的努力跟建设。黑蝙蝠中队过去所使用的营区，目前已经变成黑蝙蝠中队文物馆，内底展出成员所使用过的珍贵文物，以及黑蝙蝠中队过去的历史，让大家更加了解因过去的牺牲奉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文化总会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做伙办的台日水果夏祭，今年已经是办第2年。现场有各种台湾甲日本高品质的农产品。行政院长陈建仁指出，去年咱果子外销将近39000吨，其中有2万吨就销去日本，出口达将近11亿，可见咱台湾果子伫日本的市场绝对会当搁做大。台湾的酸野香甜好食，日本的社香葡萄也引大家注意。由文化总会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最近举办的台日水果夏祭，今年是第2年，里头摆真侪台湾、日本优秀的水果农产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专庭讲中文，希望台日水果夏季可以成为象征历代间友好关系的年度盛会，同时也成为历代友情越来越深厚的场所。销往日本的出口量就将近2万公吨，然后出口值是新台币将近10亿元。陈建仁强调，日本是台湾上重要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台湾无过再依靠中国做主要市场，对中国暂停南方酸野进口。吴钊燮讲，水果夏祭代表台日关系稳健发展，反击中国对台威胁。因这也要禁，迄也要禁。到底是咧创啥货？有业者外国做中国市场锁定高端客群，因快速冷冻做鲜甜好食爱文酸野冰，一年销日本、韩国200万支。本身中国的冷链可能跟不上，它物流配送啊，种种一切还
还消费水平还是日本跟韩国比较。都没有卖到中国去。没有。农业部处长陈俊贵讲，台湾中药农产品以输往高端市场做重要目标。日本是第2大农产品贸易伙伴，也是水果的上大贸易伙伴。怎么正伫咧规划水果地图，要吸引日本游客来台湾观光食水果。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到食到要90岁出名的歌戏艺术洪明雪老师，是新北市登录在案的传统艺术保存者。传统艺术中心去年有推出一版有声册，记录伊甲小妹洪明秀姊妹啊歌戏故事。今年嘛继续进行传统艺术的保存计划。因为我已经老啊，我搁几个月啊，就90岁啊。昨天我才来退啊休哦。歌戏艺术洪明雪灵感一来，就随表演一段，展现累积一世人的歌戏功夫。除了唱给观众听，洪明雪也分享以前科技也无发达的时阵，戏班安怎展现火烧红莲池的场面。那头前就是布的，要甲放火烧。即摆吼，阮内面的布景就是一边哦，拢用盐片的。是。盐片就是用咱的面啊洗咧，再用咱的乌豆仔迄落油啊，甲高咧，再用迄落咱的点芒啊粉的啊，用迄甲武器，火就拢规个倒起来。洪明雪是台湾出名歌戏演员，为细汉就开始学戏。2018年，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歌戏保存者。去年底，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为伊甲小妹洪明秀出版有声册。团契中心表示，现在是因在咧进行传统艺术保存计划。会保存这个传统艺术的记忆，还有人的记忆，因此我们有个口述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5位的艺师呢，已经加入我们的口述历史的行列。团契中心表示，这个计划已经有85个艺师，有来自歌戏、布袋戏、传统音乐、阵头等系。现在是也当咧启动所谓保存计划，计划用360度影像记录的方式，把每个艺术的技术拢保存落来。记者阮张随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